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器。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5月27號禮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一般咧講的白牌車，就是無經過核准的自用車，透過來等社群軟體，或者是私人轎車違規招人客。佇個議會市政總質詢，議員李宗霖就指出，有車隊號稱有1200位司機接單，但是無經過職業資格審查。車輛嘛無具備合法的職業牌照，穩重真大危機。議員要求市府一定要嚴格稽查，並且加強檢舉的機制。對此，交通局表示，一旦查證是事實，將會處10萬塊以上的罰金。議員李宗霖在總質詢講到危機，除了針對各縣市一連串駕毒駕駛的國家級警報，除了具體要求快篩試劑保障、列管駕毒累犯的預防性羈押以外，針對唔免審查背景、無看駕照、不管車輛登記，只要交保證金甲月費，馬上就當上路載客排車，嘛是一大危機。會中爆料有號稱1200位司機接單的龐大地下化體系，要求市府交通局嚴厲稽查，並加強檢舉的機制來保障市民安全。他必須要有搭載的事實，雙方要乘客要做筆錄等等。我想聯絡一下很困難嗎？
我們還有曾經同仁要扮演乘客去特別去抓他。我想這其實是全國的問題啦，不只是6都，因為6都以外的計程車是公路总局管哦。那监理站也都是有排班在這個埋伏，在這個取締這些事情。好啦，我想要提醒一下啦，我這個上網隨便找了一下，有個車隊號稱有1200位司機，是每天超過4000單，假日破6000單。那配合的对象當然很多特种行業啊、舞廳啊，但是也有国中小的這個學生的這個接送。是，那再來這些司機沒有被管控嗎？這些司機有沒有可能毒駕？有可能嘛？所以它是不是會產生這個更負面的這個影響？可是我們在這個機制上面，我們還是必須要讓它被納管嘛。好，如果有真的有這麼具規模的白牌，我想謝謝議員提供資訊，我請同仁要來嚴加處理。我們能量不足，我們會請相關的，比如說警察、監理單位來協助。議員除了點出危機，嘛為中華東路因為林興的優化工程，衝擊到沿線店家生理向市府來清明，伊除了要求減免營業稅等相關稅務，嘛希望將店家列為台南購物節的特用名單。對此，市長吳英特嘛答應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來建議減稅、增加商機的辦法，借出振興地方。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光採訪報道。應應今年9月台南特要實施的免費營養午餐政策，一單高達16億的支出預算。議員陳義丁在總質詢，希望一步一步提升在地食材比例，全面落實食在地、食當季的食農教育，和免費的營養午餐，不只是教育福利，更會當支持台南農業，照顧青農活化地方的經濟。今年9月，台南特別實施營養午餐全面免費，除了家長普遍關心的品質敢會救水，議員陳義丁在總質詢嘛對食農教育集團飲食的角度，希望市府善用在地農漁產，一步一步提升在地食材比例，落實食在地、食當季。強調一檔16億資金的免費營養午餐，不只是教育福利，更是支持台南農業，照顧青農，活化地方經濟影響力。咱營養午餐會當優先來採用到咱在地這個食材吼。不僅縮短這個食物里程，兼顧食安嘛，希望講會當穩定這個採購，還有地方支持地方的農業發展。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免費營養午餐不只是教育福利，那能夠成為支持台南農業、照顧青農跟活絡地方經濟的重要政策。1年16億的金額非常非常龐大，所以我們不希望說營養午餐只是孩子的一餐，是支持在地農民的政策。所以我們希望說，真的採購的其實是大量都是我們台南自己的農特產哦，那這樣子也能夠讓我們的不管是農民或青農有更好的出路哦。那現在的政策就讓他覺得說很可惜，很多產地卻沒辦法直送去外地哦。農業局這邊，我想謝謝一周，我也非常認同你的看法。事實上，只要能夠就近採購。基本上符合當季，基本上也是最新鮮，價格應該更便宜。尤其是我們的在地農民，我想這個部分的目標，我都非常認同。那現在就是說要符合章 Q 這個部分的要求，也就是說品質要兼顧，那價格當然也要能付得起。食物的里程哈，我跟農會他們研究一下，有一些東西提給教育局做參考，到時候採購在他們營養師開菜單的時候，或許會比較接近我們在地生產的東西會比較好一點啊。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在他們採購的部分的話，當然就是因為採購是用競價嘛，是不是我們那個透過一個名單履歷的東西來供他們做供銷參考？因為我記得是他們中央廚房各個獨立去採購做這種蔬菜，所以一定要把這個結構跟產跟銷的部分有一個平台串聯才有辦法做。如何對教育福利轉為農業投資，利用龐大採購需求，為台南在地農產品創造穩定的銷路？臨時食材攏顛倒對外縣市送來，袂當產地直送，議員認為相當可惜。這機會檢討學校的採購甲供銷的程序。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光採訪報道。藝人胡瓜主持的綜藝大集合節目，9月27號來到全台西來岸錄影，吸引大批熱情的民眾到場參與。廟方閣特別準備幸運水晶手鏈甲虎仔芳，分散給現場熱情的觀眾。
明視眾議大集合27日來到全台西南錄節目，在開學進前，主持人胡歌率眾位藝人做伙向西南5號大地參香。在西南董事長詹正義、名譽董事長蕭志光、副黨陳美琪、林祖雲、議員陳一丁、蔡宗豪、北區區長潘寶樹、議員參選人林偉、林建南、童小雲等貴賓的陪同下，祈求拍攝順利，收視長紅。眾議大集合，咱藝人胡歌率領全體藝人一同咱全台，按咱本次為了咱委員董事長詹正義，一同着咱花蓮區市員陳怡生、蔡宗豪，以及洪小雲，加着咱北區市的候選人林建南，中華貴，一同着咱北區區長潘區長。隨着端午佳節即將到來，全台西南特別準備了幸運水晶手鏈以及花香，要來分送給現場好朋友。北區區長潘寶樹也再來借來發的碰餅，贈送給胡歌等藝人好朋友，為着大吉大利發。本廟有準備這個手鏈哦，這個手鏈包條加這個哦，讓這個香袋呢哦，要來等的吼，要來給咱這信眾安尼哦，因為這人50歲來要到啊，哦這攏有阮這個5大地攏有過加持過安尼，哦互咱這個信眾呢，大家保平安安尼。以前甲田輝吼嘛，甲咱北區區公所吼，咱區長做伙來贈呈吼，咱這個百年餅鋪吼，這個就來發包括這個非常女力陳廷飛碰餅吼，甲着咱的幸福北區北區宜居的碰餅，要來送互咱的胡歌甲所有團隊吼，互因食着咱台南吼真有名這個碰餅以外，嘛祝福咱整個吼會當活動順利。咱碰餅呢，早期就是做啥，就是月內餅的意思會當甲這個吼，這個咱佇咱北區遮爾有名的舊來法，吼來介紹咱的眾議大集合的，吼會當快會當來吼這個碰餅會當來名揚全國啦吼。眾議大集合，幸福歡樂，眾議上大道。綜藝節目今日地方廟宇，不僅讓民眾近距離感受名勝魅力，也結合了台南傳統信仰甲在地美食文化。全台西南希望透過節目傳播，讓更多人看見台南濃濃的人情味。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新市區新河中華區近年來因為南科發展，成為新興的主題區。台南市政府甲中央投入將近5800萬，辦理大型地方池景觀再造甲人行步道的工程。27號舉行動工典禮，將設置遊戲場等等的設施，預計在今年底完工。為提升人口周邊生活環境品質，台南市府27號舉行新市大型溪水池景觀再造以及人行步道工程開工典禮，由市長黃偉哲主持動土儀式。前方的東方產陽晴。該工程地點位佇咧新河中華區附近，就是新市大片的主體區，離人口大約5分鐘無夠的車程。工程總經費大約5768萬，甲原本以紅紅為主的大型溪水池改造成兼具風災、休閒景觀以及親子活動功能的友善公共空間。不管是水跟電都不能缺，而且也不能多，所以說對於面對這個颱風季節的時候，我們要這個治水以及相關的工作一定要做好。那事實上，看似這種池平常沒有水的時候它是一個洼地，但是有水的時候，颱風來的時候它就可以來滯洪。那平常的這個維護也相當重要，如果不好好維護的話，就會變成一個雜亂無章的地方。所以我們要把該是滯洪池中間加以這個優化。再造計劃包括立美化、排水系統改善以及增設儲流籠遊戲場等設施。另外，周邊的人行步道也將優化，提供全年齡層居民安全舒適的休閒活動空間。預計今年12月份來完工，和公共設施甲城市景觀結合，讓這片雜草叢生的溪水池成為人口地區的生活新地標。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
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世界知名澳洲猛男秀2026亞洲巡演，在台南十個文創園區熱烈登場。這屆演出有多位來自拉斯維加斯的表演者，將甲十個的魔法元素做結合，打造一場國際級的演出。被譽為全世界上知名猛男秀之一的澳洲猛男秀，2026亞洲巡演在咧十個文創園區熱情上演，予觀眾為踏入園區後，就參像是進入到電影場景內底同款。石鼓文創呢，經歷了許多年打造的各式各樣的這個特色場景呢，在這一次呢，在前置當中，也與澳洲雷霆猛男的團隊們呢，積極的、密集的來討論。這一次希望在夜間場打造完全不一樣的體驗，除了進到主會場非常精彩的近距離的互動之外呢，在我們各個場景的點，包括我們魔域王座打造的王座的凝視，還有在我們魔法工廠裡面打造的若即若離的相遇，還有在我們的獸骨祭壇以埃及神話打造的太陽神在臨的這樣子的一個主題互動式的沉浸式表演。這場演出邀請8位來自拉斯維加的表演者，打造女王面具之夜，讓入場的觀眾近距離看表演，再來更加刺激觀賞體驗。這一次呢，由澳洲雷霆猛男秀與石鼓文創共同攜手打造這個全台唯一的女王面具之夜，即將在本周5、6日夜間場獨家登場。那石鼓文創呢，經歷了許多年打造的各式各樣的這個特色場景呢，在這一次呢，在前置當中，也與澳洲雷霆猛男的團隊們呢，積極的、密集的來討論。這一次希望在夜間場打造完全不一樣的體驗。澳洲猛男秀5月29到3日，在咧十個文創園區盛大登場，活動不僅會當欣賞表演，更以劇場式的方式來規劃，邀請觀眾做伙欣賞魔法元素甲猛男表演的國際級演出。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台南市的人氣吉祥物夜市鴨甲菜市鴨，去年巡迴夜市鴨引發熱潮以後，市長黃偉哲宣布6月到11月將推出6場行銷的活動，同時首度公開鴨網紅宣傳的影片，希望透過兩隻鴨的熱度，協助行銷夜市鴨，帶動世界觀光。夜市仔甲菜市仔兩隻台南吉祥物，對知名觀光景點花園夜市仔出發，當中也閣佇咧食蚵仔煎、鹹酥雞等小食，模樣相當古錐。最後鏡頭更呼應2026台南安平運河通航100週年，這是台南市市長處所公布的宣傳影片。3、2、1，我們拉到底哦！哇！超級大的扭蛋來到了下方哦。隨着熱鬧旅遊旺季來到，正是踅夜市仔走訪傳統市場的好時機。市長黃偉哲宣布6月份到11月份將推出6場夜市仔行銷活動，透過互動遊戲、特色七特兩以及拍卡抽獎等趣味活動，宣傳台南夜市仔的魅力。菜市鴨先開發出來，接下來轟動之後，夜市鴨也出來了，所以今天2隻鴨哦，都是我們台南市的這個很成功的 IP 哦，這個是我們以前也有很多啊，什麼唐鳥啦，什麼魚頭菌吶，都是很好的 IP。那我們今天最新的哦，這2隻菜市鴨、夜市鴨，也希望帶來各位好朋友，我們會在巡迴在各大夜市中間這個不定期出沒，然後讓大家可以看得見。除了活動，周邊商品也非常受到歡迎，特別他給推出這款夜市仔限定周邊，分別在線頂、實體通路做販售。菜市仔6月份開始也將進駐大菜市店面，希望透過超人氣 IP 結合觀光甲市場文化，帶動府城旅遊人潮。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新華光甲藝術季正式展開，
其中擔任新華演藝廳親善大使淑芬，嘛再次出面甲大家拍招呼。不過講到淑芬，伊其實是當地超人氣的寵物鳥，嘛是一檔前佇個遮被領養收養的流浪鳥。今嘛就帶大家做回來去看賣。一年一度新化管樂藝術季的音樂盛事，在文化局宣傳過後，正式和民眾見面。其中擔任新化演藝廳親善大使的淑芬也出面和大家打招呼。她1年前在台風天被台南管樂團收容以後，原本衰弱病態的模樣，現在精力充沛，發出幸福的咕嚕聲。當初他是在新化演藝廳，剛好下雨天的時候，在新化演藝廳的停車場看到他，然後所以就把他認養下來。因為他的出現，讓演藝廳的人氣越來越旺，成為福星。除了化身演藝廳的親善大使，更是管樂團眼中的廳長。只要有機會，他就愛爬上人的肩膀。這天，新化管樂團的學生在表演過後，也開心地和他互動。像記者會或者是我們成果發表會的時候，甜甜老師就會把他帶下來這邊，蠻可愛的。他一直在演藝廳那邊走來走去，所以就被甜甜老師撿到，可愛。撿到了時陣來，阮這的團吼，阮這的音樂廳吼，變成足濟人想要來這演啦。啊，阮感覺講的是一隻福星啦，所以阮搭團吼，甲伊飼起來，飼起來了到這時吼。伊攏製作吼，足濟觀眾感覺足驚訝，因為吼，阮若遮有個演出，攏互伊來遮招待人客，啊也足乖，也袂共咬，也袂共加，啊乖乖一下，啊結果阮就來講吼，來做阮遮的廳長。阮演藝廳的廳長。其實新化當地很多人都知道這一支廳長小有名氣，不僅在演藝廳是觀眾的超萌寵兒，也為民眾帶來充滿親和力的藝文體驗，更印證台南是一個友善動物的城市。帶來我們一個不管是聽音樂也好，還是看展也好，都能夠與貓貓狗狗們一起來做互動。那也就是在我們台南市是一個友善動物的城市，而且它這隻貓非常的親易可人，歡迎大家來新化演藝廳。趁着3個月的新化管樂藝術季，民眾來到新化演藝廳，也不妨跟淑芬廳長打聲招呼。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位於桃園大園巷仔內一間素食餐廳。頭家講是因為受到媽祖的啟示，才決定要轉換跑道，用健康養生的食材為初的改做創意素食的料理。不只用大園在地食材做的甜糜仔炒飯參加比賽得獎，嘛響應在地商款做愛心便當，提供予弱勢族群。而且頭家最近閣去香港取材，做出加入麻辣風味的3色菜。老闆翻炒鍋鏟動作利落，這家隱身在桃園大園巷弄內的素食餐廳，主廚朱玉佳吃素超過20年，有感於素食料理較為單調，投入創新研發。去年參加蔬食合餐節，以在地蕎麥入菜，透過酥脆的口感打造全新炒飯風味，不僅脫穎而出，成為30家獲獎者之一，也成功翻轉傳統素食印象，並讓料理更具層次跟特色。我們希望給客人呈現不一樣的料理，那讓客人知道說這個素食的料理也可以很開心的、很歡喜的去接受素食，然後讓更多吃葷食的客人啊也來吃素食。大園也是蕎麥的產區之一啦，我們就是結合在地的食材，希望可以再創造出一些不一樣的料理。好，那蕎麥它跟以前我們吃的蕎麥的過去的那種感覺都不一樣，因為在蕎麥炒飯裡面的蕎麥是酥脆的。今年主廚更遠赴香港取經，在傳統3色齋基礎上研發新口味，打造蠔油、甜酸、咖喱與麻辣等風味，並以小麥蛋白製作出近似肉類口感的創意料理，提升素食的豐富度跟接受度，讓不同飲食習慣的消費者也能輕鬆嘗試。3色齋就是一位香港的這個朋友然後推薦我去開發的，然後因為台灣目前為止呢都沒有店家做這個，我們也花了半年的時間，然後他現在就是
這個蠔油齋、甜酸齋、咖喱齋。然後因為我們店裡的客人有一部分的吃辣，所以我們又增加了一個叫做麻辣齋。這邊還有叫做鴨肉，仿鴨肉。那這就是我們最新研發的產品。主要的原料是這個小麥蛋白，平常叫做麵筋，但是它跟我們市場上買的麵筋的口感呢，又不是很一樣，所以它還是要我們親手去拿到這個材料以後，親手去做出這個我們需要的口感。那為了這個，我今年初7、初8呢，還店休，我們專程去了一趟香港，去嘗試了一下新的口味。事實上，主廚是在媽祖的感召下轉投入素食料理，從選址到創業歷程充滿挑戰。開業2年多來，主要靠網絡口碑累積人氣。除了提供內用，也推出冷凍包裝商品，同時積極參與在地公益和商圈合作，制作愛心餐，關懷弱勢族群，實踐回饋社會的理念。因為受到那個無極三主公媽祖的感召媽祖建議我說要做素食啦，然後這個地點呢是媽祖幫我找的，那這樣子，所以我就來到大園這邊做素食了。我們一路走來都一直秉持一個原則就是希望帶給客人創新，不一樣的風味的食材以外，還要兼顧到使用者的這個健康，所以我們店裡面的餐點呢，全部都是我們自製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讓這個使用者吃到過多的添加希望在後面的日子裡，我們可以往這個回饋社會、發揚這個三媽祖這個善行的方向去發展，然後在這個工作方面，就是繼續可以研發這個新的產品來回饋各位客人的這個支持，這樣子。店家透過持續創新跟公益行動逼近，不僅深化品牌特色，也讓素食從餐桌延伸到生活，逐步在大園扎根發展，推廣健康飲食跟素食文化。記者林濤報道。感謝你收看5月27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純，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